香港咧有一類嘅公司咧或者鋪頭咧，就好多市民都會使用嘅而且開得就越多。咁呢個生意咧，無論你係大包細包咧，都好多類型嘅。咁但係咧，好多住客或者附近嘅鋪頭咧，就好唔中意呢一類嘅鋪頭嘅。咁大家都知唔知我所講嘅邊一類生意鋪頭咧？我所講嘅就係啲自提點啦，例如佢陀多多菇料呢啲自提點，佢好多時咧就開啲民居嘅附近啦，即係商場下邊啦，就好多人咧就會去攞啲貨物物件咁呢樣咧就對附近嘅居民咧都係好方便嘅。但係好多時咧，呢啲鋪頭嘅啲負責人咧，就將啲貨物亂咁擺出晒啲鋪頭出邊、走廊、後樓梯諸如此類嘅地方，就對於附近啲居民或者附近啲做其他生意嘅商人咧，就造成一個阻塞，形成咧對方好唔方便。所以呢樣咧究竟呢一行嘅鋪頭，政府應該點樣去處理呢？點樣做到佢有生意做，同時咧亦都唔會影響附近嘅居民、附近嘅鋪頭呢？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下，究竟呢啲自提點要點樣管理、點樣做先好呢？